为台湾国乡亲时代兄弟姊妹，时间走若白，又过一冬过去，咱的生活敢有搁较接近一个台湾人？咱的爸母话敢有互搁较侪人听到？咱的文字敢有互搁较侪人看到？还是又搁互当作无文字的方言？有人看中文字幕看甲足舒适，换做台文字幕就得干干叫。有人坚持台湾人烧酒饭，毋是讲食饱未，是互相错干交。要下面好好解说，用面册讲是愈讲愈花。面册，记无面，读无册，干那冤家愈冤愈切。想要约出来外口面对面好好讲，毋过台湾人一个坐落，就会互插头、尊重、友善包起来。新朋友问，哪会安尼？我嘛是笑笑问讲，你敢是 first time？ 怨气啦，有够怨气！因爱食屎做怨气，家己的母嘛是家己救，家己的国家嘛是家己起，会当外靠犹原是咱家己。毋管寒天、热天、风台天，咱拢伫遮咧讲台语，毋通干那讲台语要死。咱讲台语是长着时，咱若过一工伫咧，台语就是一工活咧。咱就毋信，逐工拢在出代志，等无迄工出头天。过一冬假，阮共款伫遮邀请大家做伙来，用台语来出世，用台语来食饭，用台语来学习，用台语来冤家，用台语来输赢，用台语来佚佗，用台湾话过台湾人的生活。2020年10月初9到10日，花莲美伦啊2暝3日台湾国，做伙来讲台语，酸甲欧妈妈好唔好？台湾人，升起来！